説好香港故事大行動呢，係信報同埋信報教育主辦，而且得到語常會嘅支持，同埋語文基金撥款嘅推廣中文寫作計劃。佢係一個計劃橫跨2個學年，鼓勵中1至中4嘅學生呢喺社會中入邊取材，以寫作同埋跨媒體嘅創作咧，鼓勵同學咧去發揮佢哋嘅小宇宙，而且透過我哋安排嘅工作坊同埋體驗咧，嚟擴闊佢哋喺文學嘅學習嘅領域，而且喺個過程中培養關心社會時事、積極規劃未來嘅正面價值觀同埋人生觀。今日嘅典禮除咗係呢個學習階段嘅一個里程碑之外，亦標誌住一個新一輪嘅挑戰嘅開始。喺顧問團嘅領導之下，我相信你哋喺多元創作方面呢，得到會更加多、更實在嘅知識啦、技能啦、態度同埋價值觀。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説好即係香港故事啦。咁不如我哋講講乜嘢叫好故事先啦。一個故事就係除咗讓觀眾或者看官們睇完之後係得到一定嘅娛樂啦，但係其實最緊要係讓我哋有啲反思，要去改善自己、改善未來自己想嘅所謂生活也好啦，想嘅世界也好啦，呢個先係故事嘅最重要咯。現在係説好香港故事大行動中文寫作挑戰賽頒獎典禮，好高興好多同學都嚟到現場領獎。初賽嘅反應非常之熱烈，收到好多嘅學生作品。接下來我哋嘉許晉級隊伍。説到香港故事大行動呢一個橫跨2年嘅旅程，所有嘅晉級隊伍接受一連串嘅文青創作培訓課程，包括編採、寫作技巧、手機攝影技巧、及手機短片製作工作坊，仲會有本地嘅考察活動等等，讓各位為決賽好好裝備。歡迎咁多位嚟到由信報教育主辦、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支持，並獲得語文基金撥款嘅説好香港故事大行動座談會暨頒獎典禮。頒獎活動咧係一個盛大嘅活動，亦都係一個階段性嘅總結。對同學仔嚟講咧，今日獲得呢個殊榮唔係一個終點嚟嘅，期待大家唔好去荒廢支筆啊，繼續努力維持呢個對中文寫作嘅嗰種熱情啊，為香港未來即係寫低更加多動人嘅篇章。進入呢一個頒獎環節啦。咁首先我哋就會頒發初級組嘅最佳文章㗎。初級組嘅最佳短片獎項。咁接住落嚟呢，我哋就會頒發高級組嘅獎項啊！今屆高級組嘅10隊隊伍呢，同時係獲得最佳文章同埋最佳短片㗎。初級組嘅3甲獎項，高級組嘅冠亞季軍獎項。咁説好香港故事大行動座談會暨頒獎典禮呢，我哋今日就正式完結啦！多謝大家去參與，我哋下個學年再見，拜拜！説好香港故事大行動，耶！